今日中南農業科技大學設計系嘅同學嚟我哋公司參觀，可以讓同學實際了解一件家私嘅製造過程。因為一個好嘅設計並不是就咁畫一張設計圖就算數噶啦，其中我哋要了解材料嘅特質啦、工藝結構、人體工學等等。我希望第日有機會等香港嘅同學都同樣可以上到嚟呢度參觀，等佢哋更加多可以接觸到中國嘅原創設計。隨住呢幾十年中國家居行業不斷咁蓬勃發展，我衷心希望嚟緊我哋會培養出更加多嘅原創設計師。嗱，接住落嚟呢就係最受歡迎嘅環節啦。哇，你睇下文西幾受歡迎，幾多女仔圍住佢。我希望喺呢度為佢哋上到重要嘅一課，就係一個好嘅設計師一定要學識得 sell 嘢，除咗要 sell 自己嘅產品，仲要學識點樣 sell 自己。